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鸳鸯马，白伫将军挑”。另外一个讲法是“胭脂马，白伫将军挑”。意思是怀才不遇，空有专长无知音，千里马无拄着伯乐。意思讲无发挥的舞台。就当今的社会有真侪有能力、有专长的人，因为无舞台，造成伊的才华无这个机会来发挥。有一位女大学生去咖啡厅画这个壁，用2礼拜时间画600。结果呢，这个头家敢若算时薪30块给伊，伊真艰苦，伊呢铺就网络，引起一个网友的讨论。结果，有一个生意人真欣赏伊的作品，找要几个月真无简单，才找到伊，并且用8万块买伊的图，做成手机的保姆，创造双赢。所以讲，有才华，唔免惊无伯乐，有实力都袂像今日所讲的俗语，鸳鸯马，白伫将军挑。